每个地方的纯爱电影也有不同的特点。欧美的纯爱片总是侧重于自身的成长。你喜欢欧美纯爱电影的风格吗？细说小编为大家带来了10部超甜的欧美纯爱电影，如《怦然心动》《罗马假日》《剪刀手爱德华》《恋恋笔记本》夏天的故事，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初恋这首情歌等。一起来看看吧。欧美10大纯爱电影。1、怦然心动。纯爱系欧美电影排行中，怦然心动非常有名。影片根据文德林·范德拉安南的同名原著小说改编，描述了青春期中男孩女孩之间的有趣战争。电影从开头到结尾都吸引人的电影。影片语调轻松，画风清新，偶尔穿插些让你热泪盈眶的人生哲理，仿佛在看自己的初恋故事。本片上映后获得了万千观众的嘉奖和影评人的口碑，长居豆瓣电影 TOP 250。2、罗马假日。欧美经典纯爱电影《罗马假日》由格里高里·派克和奥黛丽·赫本联袂主演，是奥黛丽·赫本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位欧洲某公国的公主与一个美国记者之间在意大利罗马1天之内发生的浪漫故事。格里高里·派克的绅士魅力，奥黛丽·赫本的青春可人在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奥黛丽·赫本也因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本片当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好莱坞黑白电影的经典之作。3、剪刀手爱德华。剪刀手爱德华是欧美高分纯爱片推荐中必有的佳作，讲述的是独自在古堡生活的剪刀手爱德华，被一位推销化妆品的女子佩格误闯城堡带回家后，与佩格的女儿相恋却无法在一起的悲剧童话故事。该片于1990年12月14日在美国首映，并获得第18届土星奖最佳奇幻电影奖以及第45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艺术指导等奖项。4、恋恋笔记本。欧美纯爱电影《恋恋笔记本》非常受欢迎。影片改编自尼古拉斯·斯帕克斯的同名小说，影片以回忆的方式叙事，带动着观众的情绪一起回到他们俩从相遇到分别再重逢的日子，也勾起个人的滴滴点点对爱情的美好回忆。瑞恩·高斯林、瑞秋·麦克亚当斯2位帅哥靓女凭借本片走红，片中的拥吻一幕还在当年赢得了 MTV 电影奖最佳吻戏、青少年选择奖最佳电影吻戏等奖项。5、夏天的故事。欧美纯爱片总是带着特有的随性浪漫，夏天的故事就是细说小编非常推荐的一部。影片由梅尔维尔·珀波、阿曼达·朗格勒主演，讲述了贾斯伯来到布列塔尼亚的海边小镇度假，在这里他结识了苏兰，并邀请苏兰共赴他心目中的梦幻之岛的故事。该片入围第5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侯麦也凭借该片获得第5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奥塞拉奖最佳编剧奖。6、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我和厄尔以及将死的女孩是欧美纯爱电影排行中必有的人气作品。影片改编自杰西·安德鲁斯的同名小说《Me and Earl and the Dying Girl》，讲述了性格孤僻的高中生格雷格结识了身患白血病的女孩瑞切尔的故事。影片不仅文学气息浓厚，情感真实动人，而且非常有趣，同时还非常感人。在2015年获得了圣丹斯电影节美国剧情片评委会大奖和观众大奖《初恋》这首情歌。欧美纯爱系电影中，《初恋》这首情歌也是评价很高的一部影片，讲述20世纪80年代转校的康纳正在感觉生活毫无意义之际，遇到了青少女蕾菲娜，为了追求女神组建了一支野鸡乐队，却收获意外果实的浪漫故事。如果对80年代的音乐感兴趣的话，这部电影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该片当年还提名了第74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8、初吻。初吻是欧美10大纯爱电影中必有的名作，该片是苏菲玛索的处女作，她扮演的薇卡是个13岁的女孩，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她已经开始有了朦胧的性意识，总希望有一些自己的空间和小秘密，但父母却一直很难接受自己怀中的小女儿终于要开始成人这一事实。片中对少女思春的含蓄唯美的表现让人会心一笑，清新的法式浪漫让人心旷神怡，一时间苏菲玛索成为了所有法国男人的初恋。9、幸运里的错。美国纯爱电影《幸运里的错》根据约翰·格林同名小说无比美妙的痛苦改编，讲述了2个患有癌症的青少年间有关爱情、生命和死亡的故事。整部作品像一幅柔和的水彩画，十分的温暖。该片上映后表现不俗，以1200万美元的成本，在全球狂揽3亿美元，并且在 MTV 电影奖上斩获颇丰。之后甚至出现了许多不以绝症
男女谈恋爱为主线剧情的跟风之作，使我恨你的10件事。我恨你的10件事是部经典美国校园纯爱片，讲述了性格迥异的一对姐妹在同一所高中就读，原本敌对的她们在经历过生活和感情的考验之后，最终意识到对方在心中的重要地位的故事。影片活泼搞笑，风格精细，却又不乏智慧。演吉尔约戈尔试图向青少年传达他的创作意图，那就是青少年要有自己的主见，要做独特的自己。